新團委吸到到5部城市頻道，現在是高夢川報告新聞。為期諾這個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峰會到韓國慶州落幕，參加會議嘅21國領導人通過一項聯合宣言，強調加強區域經濟合作，各國當中嘅共同挑戰。我國總理吳順差總結這個峰會嘅時候表示，峰會取得良好嘅成果，並強調新加坡必須繼續支持亞太經合組織以及全球貿易自由化。針對美國總統特朗普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嘅會面，總理話兩國領導人能良好嘅溝通，多起來為中美關係整體穩定。各國表示歡迎，不過總理認為這只是暫時休戰，因為中美雙方嘅結構性問題還未解決，經濟或者是互相猜忌還是衝突。資訊通信委員會發展局推出新嘅資源協助家長小父母囝培養健康嘅小白使用習慣。資訊通信委員會發展局將到小白藥中心門口網站發布圖片、圖本資訊、互動工具及遊戲，確唔當發展階段嘅老囝遊覽，登記後會提供貼士供家長，指導老囝做任何更安全嘅上網。衛生部長許康表示，電子風度接觸鄰近國家還是合法。部長敦促亞細安針對電子風攜帶特性方式，採取強有力嘅行動，比如嚴格監管或者是全面禁止電子風。馬來西亞就福州發生路基水污染嘅事件，我國當局正密切監測當地嘅水質狀況。這路基事件分別是到就福河水源因為採砂活動而導致垃圾嘅泥土湧入而受到污染。以及巴士孤單東邦巴士布袋沿海發生樟料油泄漏嘅事件，我國公營事業局表示，已暫停就福河自來水廠嘅運作，並提供了本地嘅水廠嘅產量，我國嘅水經無受到影響。另外，公營事業局到目前為止還未發現有樟料油飄降丟失嘅閘門口，而據我國南部海水淡水廠嘅運作未受到影響。另一方面，馬來西亞政府宣布，自個月15號起，外國車輛，尤其是新加坡註冊嘅車輛，也是無或者是未起驗外國車輛入境嘅準證 VEP 將被禁止出境。UNOS 工業區昨日發生大火，導致3地廠房被燒毀，另一個廠房嘅厝頂一部分受影響。2名消防員因為身體不適以及骨折聾音而送院。無其他人到消防之中受傷，失火嘅原因，可能調查之中。新聞報告完了。